主演，我很辛苦，唱一首歌就下去了。来，掌声一下，来自马兰的青年啊！马兰要加油了，都已经有马哼哼大道了，你再继续还我土地，可以把那个火车站争回来。你知道台东火车站很特别，它有讲阿美族的话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听到？米咖喱站达拉台北，阿多咖喱姑，有没有听到？那个讲阿美族的话，不是法文哦，不要误会来到法国，好不好？接下来要唱一首，我觉得是一个，我看到这群弟弟妹妹的时候，我想到一个事情，就是阿美族都会绑当妇铃铛，就是臀铃，就是亮亮亮的。然后男生绑这铃铛是跟妈妈的一种联系，在还没有结婚生小孩之前，这个铃铛都不能拔掉，所以男生的身上都有铃铛，那是跟妈妈的一种联系，就是这意思是说，在男生还没有结婚之前，都还是妈妈的孩子。然后在铃铛也会有妈妈的，跟妈妈的关系这样，所以阿美族一直觉得妈妈是世上最伟大的母系社会。好，带来这首铃铛给各位。